緊要，但係都喺言談之中知道你係都好了解對方啦，好熟悉佢哋啦。咁咧，除咗幾位兄弟之外，其實今日見面制都係要同 Mirror 嘅對話多啲啦。咁其實咧都知喎，嗱，之前咧你哋出咗首 On a Sunny Day 啦，咁啊再舊年又好得太過分啦，係咪其實係一個 pattern，每年都有首歌想送俾大家㗎，即係送俾 fans，為佢哋做一首歌。我又唔會話特登即係每年啦，我唔敢保證，因為我覺得我嘅歌都係隨住嗰一排嘅心情，或者話我有一啲咩特別想表達嘅嘢想講。咁我覺得我又唔可以話每一年都有類似嘅歌，但係我覺得即係可能有時一兩首已經足夠。就我相信，唔單止係我一個，我覺得即係我哋12個 Mirror 成都係有好，就算唔係話嗰個 fans 指定係向 fans， 我覺得我哋好多嘅心意都係擺喺我哋自己嘅作品度，俾自己嘅 fans 睇。OK， 冇問題。好啦，最後我又真係最珍貴嘅呢一刻就係見面制，可以同大家面對面嘅交流。最想同佢哋講嘅説話係乜嘢？其實我冇乜諗嘅，我覺得因為係咯，即係我諗頭先你哋要講嘅應該都講晒啦，即係我哋好感激。咁都得？唔係，我覺得即係嚟緊要唱呢一首歌當初都係送俾自己嘅支持者啦，係啦，咁我都覺得在座嘅每一位你哋都好支持自己中意嘅人啦，我覺得呢一個都係真係我覺得無論台下嘅觀眾們，你哋支持邊一位歌手，我諗都只要大家多啲聽香港嘅音樂，多啲推介俾身邊嘅人知道我哋香港呢個樂壇，無論係電影音樂或者任何幕前嘅一啲工作，其實都有助於我哋呢一個行業嘅。所以我覺得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啦，係啦。咁你哋咁樣做，其實只要講一兩句已經可以到我哋呢一個產業咧，好得太過分。Yes，let's go！ 所以大家好得太過分。哇！諗咗好耐呢一隻聽。OK。哎呀，還是唱俾我先。我面對這份愛，不止抱歉萬次，唯獨你怎麼都不介意，閒話因人講，幾多詆毀咒罵仍夠堅持，在我害怕之時，說我可以。你面對我受挫，比起我更在意。然後你禁不住糾結望向天，盼望放晴。當然你沒可能逆轉天意，但你不自量仍然去試，令我忍着淚從頭開始。誰好得太過分？誰死心塌地做我護蔭？淡淡然微笑着，若要哭得比我狠。誰不准我慰問，只准我放心，速度為我分憂解困。即使我明明有錯，一雙腳如何奮進，還在走。誰天黑會抱憾，天光太敏感，總渴望有多些指引。迷途後摸向自己足印，學好怎過人生，和怎麼去愛人。從不管我在哪裏被困，但願牢牢抱着，讓你知，統統不要緊。填補所有責任，修補我決心，不再讓我天空灰暗。想反過來嘗試愛，感激你仍然與我無限近。Yeah.
嘅，thank you，多謝大家嘅支持，自己愛嘅人，thank you。我啲一個好簡單。